报决定领帐篷保领了干鸟上，农大家熊230.1智力高1，星期二农历北地北郊，农大没压晒不能蒙查满。江苏扬州某大营户做强做起保护他生态文明建设泥瓦停板，将豆干批遭到中断。政办当时学习教育了，云南草路地球草路部门对单营干部实属属谈办谈。关南县实属发展高源于产业，为最少花完抽来抓住。大营户叫北国抓同族我的工程局坠落的一落。到那内南拖得了中华民族将其多他及查雄土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下达，大营户要同族对路，这个被最终的遗产，被要始终保护中。及查雄的路，江苏扬州某大营户文化遗产保护，若生态文明建设泥瓦的，通过挖多种整治改造，大营户弄让热产，那家对这个的群众能挖到更少路。华南最后扬州一雄多年最终高的一进度，地球个对短hình他操作对前目前我是来看，正要供应和当土的3万供应及我是。华南被设立了考球呢，有3万最少的考球，最终的呢多么什么，出口容够很，引火的人查实。多整出多次看地球个的能耐，背后话杨文龙。熊南对我先就指熊来，你要扬州短hình，头头一款从拨到你们的盐湖供应，杨文龙对我不行。你好，我南中中最难搞一年弄搞杯，习近平总书记头鸟江苏考察，蒙出扬州考察调研。总书记找盐湖3万多个蒙街抹沙盐湖生态持库的土墙，统统保护它再可利用大盐湖做成组织内容搬到土墙。生态文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关系少儿一代的健康成长，我们要把它做好。总书记要投考察下达，查拿保熊南路，盐湖若等土类欧盘的传统，它的米意，要对米意华完转路，到中能挖来一同土类。加上他完达多次多户包容附中土类个，加土类个搬拆到多次，没能挖到要花容。我们要感谢总书记对我们扬州人的。被挖着总书记马上被扬州的群众，被指责加总书记本身，要来被人人都挖指引呢，从有挖收入，挖3万供应，挖被来引火肉容腐容。据盐湖3万多个同族要扬州市南部的工业区，头干土类欧盘挖产挖农药，皮革厂它水泥厂对南已经到了几年，盐湖的类它空气一段一差，生态环境抓破到老虎痕。自从230高老起，扬州市早高扩充生态它蓝龙龙扎路南，门板老虎类对抓烂对岸，满土类欧盘照此扩充对抓起类路南。直立到北雄道，向230高乡路转里，盐湖3万改草道路。同族就干那来考球，批扎成了容山容瓦斯类实地供应。3万供应还要向230高业干雄，招聘挖古抓不 A 级清洁瓦斯，还主要卡在了加对短能蒙豆干切瓦斯。现在呢，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现在这个运河，华南比头容到了。个是华南盐湖的人查实，对农对养路对钱那来，多从的那挖是在挖广告干啥路？早高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早高领产投营，土类欧盘抓肉路要求难，莫盐湖保护它生态文明建设，挖出产业能力好重。扬州市对早高盐湖挖到草路老马路供应，主要卡在了加多次门前挖是。将豆家对短hình豆种就不差空抓肉，投给豆末就不供应。华南江苏省它扬州市正早高持库大盐湖古抓文化公园规划，照统查大盐湖做强组织，古抓起来中国大盐湖博物馆、大盐湖非遗文化园等南都要鸟熊南路线里开种加德化门前挖是。总书记头鸟3万考察下达。农干救盐湖还要找批查，
农干北亚路市总书记哈里对路，莫大烟火生态环境保护中，同插种烟火类组成组织，板草大烟火词库古抓文化供应，在宣告总书记哈里，多次多户包容大烟火，挂独类难加多次摇花当中。此外，当时学习教育了，云南省错落地球错落部门教这问题学，要同班类诺一根班类诺一个学。是周末学习成效配在完班内容难说，找到社会群众办事，南方注意帮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宝山市石碇县基金警察干部没做好群众者，我多种农山的群众没导致困难，没导致越州办解决。因专队为要路难难，给车保留，对群众得众之方便。被做给那海泥晚上，因专队来难到给保留。你不安排一路挖机，要大海对保留呢，等他就办备课，包给车往那通州。然后干石碇县即为简为扬州石碇县交通局以此解决给车保问题，把不能上地球给容了，加对群众得种马路方便，伤害多制度容害。北洋话当时学习教育他民族团结，我们湖北基金警察机关办的内容，为群众办容事。我是办容办大。究竟是福音县公安局要头话当时学习教育，洞察给查话法治宣传，通过某做纪念某群众者话普法服务，得还多次通过市法律的保护越来合法情谊，使若此可法治容氛围。民间多从的呢，得还多次我将反乱错杂，宽卡职务犯罪、交通安全等指示呢，家的干部职工都没学法律。找法律的办事的意识他安全意识。抓烂实际情况，我法律服务纪念活动，我考中开展，被容沙在到金融界的举落，对公安办的内容他公安机关提的意见建议。开定是政府认证单位要头我当时学习教育，找到社会群众办事，南方注意帮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小南表例啥？开定是中国认证的高阳语的律师模样了，但挂上那高阳语么是空的。中国认证的通过老板多少他，我找到手网模，帮的群众我高阳语模对模。本中到了顶上纪念试探，这边的高阳语都模做给模对模，除了模找手网模，还模北路省的老板端的那手。之后呢，中国认证接到俄罗上市公司要收网模中国认证的高阳语。我只讲到了纪念端的高手，然后也还一查对高阳语没经过错了对切。一目叫不参加农民，在蒙山的那人都能花抓，我那叫报告路道上带动到。临场时农工管理站，我当时学习教育中办公瓦龙你挖的，我从捉烂抓的，农山的群众三角斗志，对这个角度斗志，群众再角斗志，对多对他的群众交工。我多种服务群众，我干被交报告也早你不卡里么交，我那被的报告才就收到了。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意识和能力。都没印出容沙帮群众办事，得哈群众交通农工，哈过你不学到专业交工技术，办公路防冒多干技术，为什那公路收到农业化当中，都可能驱动不了大众的。三七之乡，神奇文山。奥北熊那头，广南县是说发展加高言语产业，
家里群众查到湖里挖，看到咋，把上半不乱半的来用来拿，原版热热花完来拿，才难叫说。要关南县节目乡板西村路桥桥高人语，一般到台引进都是少来短hình，正慢走要活得收高，口高之前各按照程要活得口走高，多次慢走莫得高口中抓中，每一查得桥的高人语莫自点好，但看到个得高，意思莫么做全国查落得桥。被桥高人语呢，一没看到到北端做北端产，我们做山东滩路到北对桥。像那高人员望着讲嘅，被叫嚟講高人員呢，對他不嚟就拉嚟，已經冇做腳腳到做一兩。雷警過下單，找到找高人員呢做情況，對圍繞節目相利中拉地打，找到了高中高拉中腦，加北路地球嘅頭版對nhà hình，大家找一路找高人員嚟中地球，最難形容大家一話找來一餐都冇高人員。在那嚟望到。對拉地打上，用腳錯人，只要被斷在那發展。拉地打家地球個地群眾莫拉查嚟檢查站，多次莫拉地召開老板橋高人員，一冇地要一查來。平時節目路橋高我說，或朝嚟流經小意，都女一話都中到錯了，這麼斷hình我忽略，你一莫搞冇拉地招點貨，一上節目一晚來招拉地嚟站。平時鳥路橋高人員我忽略，只單學到技術，做干熊還去到北灣到來站，比橋包佢哋難都要划算。老闆多邊條難招拉地橋高，一冇地橋一查來站，被多班老闆我說，一路我到想叫來他，一熊還是肯條到北灣當至。做的群眾招拉地，一冇要一查來站，你不還可以多湖南辦公我說，叫你多功能都去到扎實。一冇得了高人員莫到不查來站前去，雷警過上南得高人員一話也冇有到不保灣來站，沙橋港查到站，你要花莫沙門橋，地球個單位政府老師所班車或具體他們中抓爛抓得嚟嘅，你下達劉兄係引導橋，就到地球個地群眾多款產業茶。莫高人員口談可以叫北人，劉兄過係要找橋。劉湘古要叫了高人員都他不來對要爛嘞，為大被叫長高人員那種，划算也叫做一查直播文件嘅。弄得，文山市乌龙街道党工委若是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是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部門呢，我認呢三星集團兩波警示輪的個違規違法我嚟追他。落考這個團隊找包這材料直到那個莫漏單、清理單，通過讓那莫違法違規我來的這那漏單，家的短期之間只通過審批就學我這規範自古難龍知識，博台法律尊嚴，超至文山市城市規劃建設類內辦當中。我那里他过给龙鹏被一次头给一落落帮到。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识文断字。识文断字苗语是这样说的：帮到，请跟我一起说识文断字。帮到，识文断字。这些人全都识文断字。得能拿一话对帮到。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甚至乱。让蓝宝给的领帐篷，弄那里蒙查一下装单呢，甚至乱。